乡亲啊，来去高雄看这个奇景，就伫三明区的一条巷啊，人行道比车道也较宽。市政府讲，这是为着要减少车祸，保护行人。路口的所在，驾驶准备降罚，不过稍等一下，路内变甲真无共款。今日看人行道变甲真宽。这位骑机车民众，敢若对附近的路草不熟，当远过直接骑伫咧人行道，民众来到这就亲像伫咧走馆共款，左边闪一个，正边闪一个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透过空气的画面来看，这是高雄三明区大昌一路302巷，规条路无算长，不过青色的部分特别显目。那这是最近打画好的停车带保护型飘线人行道。实际来看，车为过去到即阵的比对，过去的车路宽，即马新增加人行道停车格啊为刮回线，车路变较真矮，大约敢若剩3公尺左右。原有道路路型前宽后窄，车速快，但也因为摆放物品杂乱，造成行人步行困难跟危险。于车辆与行人间设置一个停车带缓冲区，同时也缩减车道宽度，降低车速。因为这边我近医疗院所，逐工拢有真侪去看诊的民众，车辆嘛真侪。交通局的好意是为着要让坐轮椅的人和民众安全经过这。方不方便还是？我觉得不方便，我觉得不好过，造成困难。我觉得造成困难，我觉得应该把它去除掉。行人步道当然是会对行人会比较好，还是会有比较多行人在这边走路，然后也有病人。人行道就要比车路快奇景，让大家拢讨论甲热气气。今麦今日当透过时间，希望民众会当赶紧实行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